太好了，朕的后宫真是精彩之极呀！什么乱七八糟、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够发生。你们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皇上息怒，罪人罪该万死，罪人追悔莫及啊，皇上！阿启，你如今知道了简亲王会杀你，你的口供已经记录在案，这对处理简亲王一案十分重要。明日，朕会在太和殿召开议政会议，要当场定简亲王的罪。你愿意到殿作证吗？皇上，罪人愿意。好。本来你和你哥哥都是死罪，但朕念你们二人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朕免你们一死，会尽量从轻发落。罪人叩谢皇上天恩。好了，朕是时候该去看望那位了不起的皇贵妃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皇上来了，还来了好多侍卫。皇上也该来了。太后娘娘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哀家也去看看，看看这个灵珠是何心肠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慢着！皇上，恕臣妾无礼，一杯酒下肚，已无力供应皇上了。皇上，臣妾最多还有半个时辰，有什么话，您快说吧。灵珠，你做了太多不可饶恕的坏事，你能有今日是你咎由自取。可是朕不明白，你竟有杀朕之心。你是朕爱的女人。皇上，臣妾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臣妾是为了自保性命，也是为了保住简亲王，能够让他的宏大抱负得以实现。皇上，臣妾这么做是你逼的。谁？是你，你逼的。你说是朕逼的你？你害果真，害索尔纳，害小婉，这都是朕逼的。嫉妒，他要杀洪承畴，还有鳌拜，他还要杀朕，这也是朕逼的吗？你这个愚蠢的女人！朕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你跟嫉妒的野心，因为你们的狂妄，才会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不错，
臣妾是有野心，我灵珠天生丽质，出身高贵，后宫的女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。皇后的位子应该属于我，也只能属于我。都是这个女人，这个皇上最爱的汉人女子。是皇上和皇额娘决定不再立我为后，就连我这个皇贵妃位，也是那一日说没就没了。皇上，灵珠的恨，灵珠的罪，皆因董小宛而起。董小宛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如今我灵珠败了，那就一杯毒酒穿肠过吧。你错了。就算没有董小宛，你也一定会害所有挡你道的人。朕说的没错吧？臣妾这杯毒酒，是臣妾亲自调制，自己喝下的。如今，神仙也救不了我。当然，皇上，你也一定不会救我。这个结局正合圣意。好，既然你至今仍无悔改之意，朕不救你。灵珠，朕成全你。太后娘娘驾到！他怎么了？回皇娘，灵珠已自饮毒酒。臣妾还有一句话要说。臣妾在最后时刻能够看见皇额娘，看见臣妾一生最敬仰、最想效仿的皇额娘，臣妾知足了。灵珠，哀家就同你说几句话，让你走得更明白。你说你最敬仰哀家，想成为哀家这样的人，你错了，你和哀家不一样。不错，你美丽聪慧，但心机太重。如果要斗心智、斗狠毒，后宫这些姐妹都斗不过你。但你没有女人必备的人善，因此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你有今日的结局，也是自找的。皇上这样说，皇娘，皇帝，就当灵珠是病重而亡，他的恶行
就不必对外公示了。他的葬礼还是按皇贵妃的规制来办吧。儿子遵旨。皇上，皇额娘的心真是宽厚仁善。方才我看见皇额娘眼里闪着泪光。这些事的确让人难过。亲眼看着一个人死去，实在让人难受啊。小婉，别难受了。灵珠这是罪有应得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别想他了。明日议政会议，只有钦定简亲王的死罪。万岁爷有旨，带简亲王入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季度，收集你的罪证一事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朕认为可以结案了。朕现在问你，对你企图行刺朕的指控，你认罪吗？皇上，臣不认罪。臣绝不会承认这个奸人强加给臣的莫须有的害人罪名。可朕认为你就是有罪。难道你认为给你强加罪名的奸人是朕吗？皇上，简亲王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所说的奸人，是指告发他的那个那月。郑王爷，您坐下，朕明白他的意思。季度刚才只是有一些用词过度，以至于有一点语义不清，朕能理解。季度，朕认为你不是男人，敢做不敢当。如今你犯的谋逆大罪铁证如山，你还敢在这里嘴硬，死不认罪。现在，朕对你和议政会议说，如果在今天的审讯结束之后，如有议政大臣不认可这些证据，或者说不认为简亲王有罪，朕便立即宣判简亲王无罪。朕这样做，议政会议诸位大臣可有异议？皇上圣明，微臣没有异议。老臣在此多谢皇上。好了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，传证人那月入殿。这万岁爷有旨，带那月入殿。罪臣那月叩见皇上。那月抬起头来，将供词一一道来。回皇上话，罪臣训练武士，是奉了简亲王的命令，刺杀洪大人和敖大人。简亲王说洪大人和敖大人是皇上身边的奸臣，是朝廷的祸害。杀了洪大人和敖大人，是对皇上尽忠。罪臣是上了简亲王的当。皇上，各位大人，罪臣所述句句属实。好，把那月带下去。
走。各位议政大臣，显然刚才那月一人的证词，不能让各位信服。简亲王更是对这个证人嗤之以鼻。不过朕相信，我们很快便看不到简亲王这副镇定的表情了。刘光才，传下一个证人，拜蒙入殿。万岁爷有旨，待拜蒙入殿。罪臣拜蒙，叩见皇上。拜蒙是郑兰琪第一副统领，更是简亲王的心腹。朕相信他的话一定会有很强的说服力。鳌拜，臣在。你来问问吧。遵旨。拜蒙，将你所知的简亲王的所有罪行都从实招来。王爷，那起已经认罪招了，属下不能不招了。快说！简亲王令罪臣在那月行刺皇上后，杀掉那月，让那月背上弑君的罪名。若行刺不利，罪臣和简亲王将率精兵杀掉皇上，然后照样杀死那月，将罪名让那月背上。拜蒙，本将军再问你件事：郑兰琪卖官一事，受何人指使？目的何在？是简亲王密令罪臣和那月所为，目的是为了聚财。简亲王说，要行大事，需要大量的钱财。罪臣和那月训练的3000兵马，费资巨大。皇上，拜蒙所供事实和那月所供事实完全一致，足证简亲王有罪。怎么样，各位爱卿？有人对拜蒙的供词有疑问吗？好，将拜蒙带下去吧。看来，简亲王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镇定了。朕知道，各位大人定想知道一个最重要的证词，就是拿齐的。不过，朕在传他入殿之前，想先传另一个证人入殿。此人就是朕的贤妃。贤妃虽是后宫之人，但贤妃知道的事情有很多都与简亲王有关。朕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。传贤妃。万岁爷有旨，带贤妃进殿。罪人见过皇上。贤妃从实招来。皇上，罪人确实跟灵珠一起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罪人与灵珠谋害过德妃和三阿哥。那起当初逃出宫去，也是罪人报的喜啊，皇上。这灵珠还让罪人带4个字给拿齐，说是什么破釜沉舟，让他告诉嫉妒。罪人后来才知道，这4字的意思，原来竟然是让嫉妒兴兵谋反，刺杀皇上！天呀！好了，朕知道了，把贤妃先带下去吧。走，皇上饶命啊！带下去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
皇上，贤妃的证词颇为重要，臣等不知道，简亲王竟与后宫皇贵妃有密切的联系，共谋犯罪。皇贵妃已经服毒自尽，且死前还要用计害贤妃和那岐，真是惊心动魄。这后宫的风浪不比前庭小啊！帝都，你这个逆子，你为何要骗阿玛？你为何要犯下滔天的谋逆大罪？阿玛一次再一次都问过你，你信誓旦旦，保证绝对没有犯罪之事，绝对没有犯罪之事。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呀！我们全家都被你害了。郑王爷，您年事已高，千万别激动啊，坐下说。各位是不是想听到简亲王的女人拉齐的证词？刘光才，奴才在。皇上，臣认罪。臣甘受一死，罪臣请求皇上不必叫那岐进来作证了。嫉妒认罪了，各位大人还要听听那岐的证词吗？皇上，臣以为那岐不必作证了。那岐和贤妃的招供，臣和敖大人、鄂大人都已亲耳听见。现在，简亲王犯下的谋逆大罪，是铁证如山，无可狡辩。他自己也认罪了，甘愿一死。皇上，臣以为此案可以结了。好，既然各位大臣都没有反对的声音，那朕认为就先将嫉妒关入刑部大牢吧。刘光才，英统领将侵犯嫉妒押入刑部大牢，带下去。这，皇上，罪臣对天发誓，罪臣所犯所有的罪行与罪臣阿玛毫无干系，罪臣阿玛毫不知情啊！皇上，这个朕相信，你放心，朕不会将你的罪算在你阿玛头上的。罪臣谢皇上。阿玛，儿子对不起您，您多保重。儿子走了。今日审讯结束，各位议政大臣没有一点疑问，朕甚为高兴。接下来就要同各位议政大臣议议，该如何定简亲王的罪。皇上，依大清律法，简亲王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死罪，应判斩立决。皇上，臣复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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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简亲王确实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呀！臣复议。知道了。郑王爷，只有您一个人没说话，是不是觉得朕不应该判嫉妒有罪？
皇上，嫉妒死罪，老臣毫无异议。身为嫉妒的阿玛，臣也有罪。皇上不怪罪老臣，老臣感激不尽。老臣愿意负罪请辞所有官职，请辞议政大臣一职，高楼还乡，还请皇上恩准。洪大人好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郑王爷，您乃大清的3朝元老，对大清有着重大的贡献。您只是教子无方，但远不至于告老还乡。朕先罢免你的首席议政大臣之位，其他的一切都不懂。郑王爷，大清需要你，朕更需要你。谢皇上天恩呐！来，起来。老臣定当为皇上和大清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好。刘光彩，赐座。洪承畴，这次你赢了，你马上就要上殿，取代本王的位置。哼，可惜呀，老天不长眼，又让你这个汉人赢了这一局。基督啊，不是我洪承畴赢了，是你自取灭亡。当今皇上乃是真龙天子，上天佑我大清，佑我皇上，上天要灭你嫉妒啊！带走。嫉妒一案，鳌拜立了大功，朕决定任命鳌拜为首席议政大臣，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？皇上圣明。皇上，臣誓死效忠皇上，效忠大清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鳌拜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
诸位爱卿都坐吧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朕还想把一件事情定下来：议政大臣人数最多不能多于9名，最少不能少于8名。但如今，议政会议只有7名大臣，还少1名。朕想立即将这空位补上。朕提议让洪承畴重新补位议政会议。皇上圣明，臣完全赞同皇上的想法。简亲王一案已充分说明，洪大人对皇上、对大清是无限的忠诚。他对大清所做的贡献，在座诸位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说得好。既然诸位爱卿都没有表示异议，那朕便宣洪承畴进殿了。洪承畴叩见皇上。洪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欢迎洪大人重归议政会议。坐。谢皇上。8位议政大臣今日都在，那朕就宣读对简亲王嫉妒处置的口谕了。查：原议政大臣简亲王嫉妒，屡犯罪行，最后竟至企图行刺大清皇帝，其罪当判斩立决。但朕念嫉妒一家对大清卓有贡献，尤其其父正亲王济尔哈朗为大清3朝元老，功勋赫赫。因此，朕决定剥夺嫉妒一切尊荣，将其关入死牢，永不赦免。钦此。嫉妒顺利定罪，洪师傅也回到了议政会议。鳌拜被立为首席议政大臣，往后啊，议政会议再也不会与朕作对了。皇上可真是仁慈啊！以嫉妒的罪行，应当斩立决，可皇上却饶他一命。嫉妒现在肯定希望朕立刻杀了他，但朕之所以没有立刻下旨斩他的人头，是因为朕还是看在嫉妒一家对我大清有贡献。皇上放了嫉妒一马，我想皇上此举一定会更得人心。这嫉妒啊，毕竟曾是议政大臣，和其他几位议政大臣有同僚之情。皇上这样做，我想其余那些议政大臣们一定会非常感动的。娘娘看的可真准，那帮议政大臣真是非常感动，正亲王当场痛哭流涕呢。对了，皇上想如何处置娴妃，还有那月、那齐呢？这个朕也想过了，他们3个人犯的都是死罪，但是又都有重大立功的表现。如果没有他们3个人，朕就无法定嫉妒和灵诛的罪。因此，朕决定对他们从轻发落。这个娴妃就废除他的妃位，关在后宫囚禁5年。那月、那齐也都关监5年吧。这那齐、那月还要关监这么久啊？皇上，小婉曾经答应过那齐，倘若他能帮助我们揭发嫉妒的罪行，小婉便会向皇上求情，放他们兄妹一马，让他们兄妹
可以远走高飞。小婉，5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轻的惩处了。娘娘，如果让那月那岐不受惩处远走高飞的话，那刑部那边肯定会有不平的，而且朝廷百官也会有议论的。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也知道，倘若将那月和那岐兄妹无罪释放，也的确是极为不妥。只是想到那岐那么深爱一个男人，可那个男人却要杀他，他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。小婉心里实在是不落忍呢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朕有话要跟德妃说。这是。小婉，朕说句心里话，那岐那月兄妹要被关上5年，朕心里也有所不忍。可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是必须要受到惩处的。那皇上能不能少关他们兄妹几年呢？这倒可以，朕可以给刑部一个旨意，其实也别关那么久了，最多3个月，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了。3个月，那岐兄妹就可以无罪释放？皇上这是何意啊？因为在3个月之内，朕就要大赦天下。小婉知道，这大赦天下一定要是皇上或者朝廷中有什么重大抉择，或者是喜事才可以啊。没错，比如朕登基，或是圣寿的大树纪念日，比如皇太后的大树寿辰，就可以大赦天下，显示皇恩浩荡。可是，据小婉所知，3个月之内，皇上所说的大事喜事，是一件都没有啊。会有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朕让英格尔和寇寇出去，是因为大赦天下这种事是不能预先昭告过人的，因此你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寇寇，明白吗？皇上放心吧，这个秘密呀，小婉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小婉想，那岐兄妹可以获得自由，真是太好了。小婉真心为他们兄妹高兴。到时候，贤妃也可以开始，灵珠的侍女珠儿也可以开始。皇上，小婉真没想到，最近会发生那么多事。小婉心里真难受极了。你说宫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呢？小婉真不适应待在宫里。董小婉，你如今还同皇公子说不适应这后宫的生活，是不是晚了点儿？是啊，小婉现在才说这句话，好像是晚了点儿。嫉妒一案，皇帝处理得甚为妥当，额娘非常高兴。儿子自己也甚为高兴。现在议政会议里的恶人终于铲除了，首席议政换成了鳌拜，洪师傅也回来了。皇娘，儿子想跟您说句实话。儿子本想借这个机会彻底废除议政会议，但后来，儿子又细想，如果真的这么做，
那朝廷必然又会掀起更大的风浪。所以儿子考虑再三，便没有同皇额娘商议此事。皇帝思虑周全，如果皇帝真的提出来，额娘也不敢同意。议政会议能忠实执行皇帝的旨意，皇帝要想稳住局面，暂时不动为好。儿子明白。皇额娘，如今皇贵妃的位子空出来，儿子有个想法，想与皇额娘商量。皇帝不会是想立德妃为皇贵妃吧？是，儿子就是这么想的。儿子不仅想立德妃为皇贵妃，还要大赦天下。皇帝真的想立德妃为皇贵妃，还要借这件事大赦天下？皇帝做这样大的决定，可要三思啊！皇额娘，儿子亲政多年，还没有过一次大赦之举。如今四海安定，朝廷最险恶的风浪也已过去，所以儿子觉得现在是显示皇恩、求取民心的最好时机。皇帝要大赦天下，额娘非常高兴。